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3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是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感染武汉肺炎的第10例病例，上紧在今仔日会当解除隔离限制，伊也写一封批信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针对武汉肺炎所影响的市场，行政议会拍算使用600亿，让各种行业受到帮助。经济部也推出优惠抵用措施。禁止水岸出口，加政府定调水岸的日期有改变，延到4月30。水岸工厂袂当私底下贩卖恐吓会食罪。新闻一开始，先来放送一条好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日宣布讲，第10例武汉肺炎的感染者，经过专家会议评估了后，上紧会当在今仔日会当解除伊的隔离限制，这几日伊就当出院咯。这位患者伊也用到我若无勇敢，想要替我坚强做题目，甲治疗过程的点点滴滴写落来，佮再向防疫前线医护人员表达深深的感谢。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想要生病。用录音讲出我无勇敢，想替你坚强来表达治疗过程的心声，而且甲医护人员说多谢。伊是有武汉旅游署的国内第10个确诊个案，经过治疗，临床症状改善，最近可能会当来出院。在症状上面一直都属于比较轻微的，那这一次他是因为他的采检那2次都阴性了。那么现在整个这个症状上面也都解除了，指官询问过专家以后，那决定要给他解隔离。这个大象是伫咧1月12日武汉倒来台湾了后，1月2日出现家扫、流鼻水等等较轻的症状，隔日刚去诊所检查，去用判断是一般的感冒，食药了就好啊。迄当阵嘛，因为无符合通报条件，无采检，不离个过无偌久，因某无旅游署煞来发病，变做第9例确定的病例，了后再来采检先生，落尾确认是阳性。伊讲住院了后，厝里的人真可怜。面对未知的疾病，也有些不安，但我只能勇敢面对。只要家人还有社会大众都能平安，我都愿意被隔离。选择说真话是这么的困难，如果社会对他们标签化，大家都不选择不说真话的时候，那我们的防疫又怎么做呢？知影人性拢是纷扰讲家己去互传染，毋过破病了后，才会当感受到病人的无奈。若是真正新加坡嘛公布一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是圣淘沙世界教场的员工，2月初5发病，初9隔离。指挥中心提醒，民众若是伫咧2月初4到初9有来这间教场，就要注意。我们无法掌握特定的这个我们国人是不是有去过，我们只知道他是有一个员工了哈，所以就要特别注意。根据统计，到10日之间，累计通报病例1717人，包括15个确诊病例，目前1591个人排除，其他的是隔离检疫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武汉肺炎对国内经济冲击，行政议会伫透早也讨论到疫情特别预算，总金额要到600亿，希望各行各业拢会当受到抵用。其中经济部也推出优惠抵用措施，大约有20亿。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强调讲，一定要人人受益。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伫拖，冲击着国内产业。现在已早起通过包括经济、交通、农业3方面的纾困方案，马编特别条例甲预算。其中甲民众有直接关联的，就是抵用权。毋过经济部强调讲，袂当当作现金来使用，重点是爱先消费，才会当来抵用。消费者消费，政府来帮你折价，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你要去消费了，我们才会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抵用的概念。所以2个机制有一点不太一样。经济部指出，抵用权未来用伫咧商圈、夜市啊、餐厅，毋过详细范围也佫需要确认甲评估。而且经济部公布的160亿，佫包括资金纾困、防疫的千亿存款保证甲补贴贷款利息，佫有夜市啊商圈的拍折优待20亿，不离个拢爱伫疫情稳定了才会来推售。交通部是售纾困经费200亿。佫有观光产业增兴54.5亿，若是佫加上观光升级的增减300万，交通部总计是投入去500亿。农委会是提供60亿，总共8项的有利贷款来补助农渔业。观光旅游业还有交通运输业的营运损失，来进行救济，还有它持续营运的支持。补助方案呢，目前是编列在总金额里面是编列20亿。古拉斯传达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指示，伊讲纾困方案一定爱平均分配资源，而且爱做落就有效果。佫有加速公共建设4大原则，这嘛是行政院第1波纾困方案，编特别预算600亿。
我们即将匡列特别预算的规模是600亿，它即将由历年的累积的税基剩余，还有主计总处即将要筹措的财源来支应，作为主要的预算来源。而特别条例以及特别预算为期1年。行政院预计23出纾困特别条例草案，第一党嘛表示这是一件好代志。后手包括劳动、文化出版、业务展演、制作业等等的产业，行政院嘛请相关部会赶紧提出应应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008年，全世界发生金融大海涨，政府也捌发予一个人3600块的消费券，不过也予国家超过850亿个负债。伫咧过当年，经济成长率敢若去0.15%，效益是无讲介大。不过政府也当咧解决武汉肺炎的影响，拍算要发酷碰拍折犹太，也就是民众爱先开钱，才有拍折的回归。回归的金额大约有20亿。打折，打到骨折。平时早起传统市仔买物件的人明显减真侪，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渐渐冲击到内需消费市场，为着要提振经济，政府计划来扫拍折犹太救市场。促进消费啊，因为现在大家比较不敢出来买东西啊。没关系，大家都躲在家里闷久了，一定都会出来啊。经济部强调讲，酷碰拍折犹太是你开钱或拍折的概念，民众爱消费一定的金额才有拍折，毋是过去式的现金消费券。保护民众认为讲，若是会当抵用的金额无悬，嘛袂因为安尼特别来消费。至少要4位数嘛。如果是以这样的话，对啊，当然，因为政府财政上面当然还是有一定的金额的限制嘛。但是我觉得至少要上1000元的话，大家会比较有感嘛。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海啸，马英九政府捌发消费券，迄当阵每一个人分3600，政府机制858亿，啊，毋过过当年2009年的 GDP 敢若成长0.28%到0.43%，实际效益是真有限。啊，若是旧年，蔡政府因应中国限缩中国旅客来台湾，嘛捌发扩大国度秋冬旅游补助方案，若是大房参加方案的饭店民宿，每一间房间会当领200块的夜市仔券。编列差不多6亿的预算，到目前为止，创造经济效益超是9亿。啊，若是即届送的酷碰拍折犹太，预算规模要20亿，会使讲是夜市仔券的扩大版。去年推出的国力补助的效果其实比较好，部分补助嘛，这个应该是点第一把火啦。后面的话要有其他的带动，1000块的诱因其实就有民众会买单的。但是民众其实是出来大概会花5000块所以它的投资效益其实是5倍。经济部表示，最近的盘点内需服务业嘛爱看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的程度，到时阵犹太拍折要伫咧倒一种行业来使用，抑个爱讨论。啊，若是要用电子拍折代买，或者是实体抵用券，也是讲会当两个做伙做，卖照消费者上方便的使用习惯来去设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一直未收煞，也害喙癌讲是有钱也无地位。伫新北市三重埔有一间喙癌工厂，防检起讲工厂私底下伫咧偷卖，业者也讲喙癌无放定调去，所以也无法度卖互别人。经济部伫13也讲，甲喙癌点过了后，要发用定用书，也宣布讲禁止喙癌出口定用的日期是延长到4月30日。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全台消喙癌，不过新北市三重埔这间喙癌工厂前一阵啊，说伊每压一摆喙癌500块介绍，卖互民众，结果被人检举。新北市卫生局调查局去稽查查扣就8万片的喙癌。我们开工第一天，我们大概跟他买个1盒备用这样子啊。它这个价钱都跟外面一样，应该也是没差，5块钱一片，很公平嘛。查扣11万片医疗用喙癌，14万片非医疗用喙癌，新北市食险顿会有关介绍。不过附近的住户替业者发愿望表示，工厂营业真侪年，介绍公道，生产喙癌无被定向只好私底下卖别人。新北市卫生局证实，工厂合法登记，制作医疗用喙癌的厂商。不过喙癌定收统一交由指挥中心处理，部分业者拢反映。含有喙癌无被定用，煞袂当卖困难。相信有些厂商因为没有被征用，那也这样有一点进退维谷。所以我们在尽快评估一阶段一阶段，经济部也很辛苦，那会尽快把这些所有的有在生产合法生产的，我们都会纳入征用。
原本台湾翠暗的出口禁运到23为止，即马经济部宣布出口甲停用时间延长到4月30。另外，投资1.8亿建立60条翠暗产线，已经分配予15间厂商，第一批9条产线会伫本礼拜完成，下礼拜启动测试生产。口罩的我们目前是禁止出口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确实会把这个禁止出口部分延长到4月底。业者保证，每个星期台每礼拜产量至少70万片，6条新生产线全部导致每礼拜总产量4200万片，其中有政府免费停用，甲医者目前停用继续停用2部分，目标伫3月初达成每工生产1000万片的产能。记者综合报道。菲律宾为武汉肺炎疫情禁止中国香港、澳门的民众入境，70因的卫生部搁再宣布讲，根据着一定的政策，也禁止台湾人入境。台湾这边也无咧落冷，正咧准备强硬的反制措施，包括停止菲律宾劳工来台湾、取消免签、调回代表等等。外交部也讲无排除各种的可能性。不过上新的消息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地拒绝解除禁令。菲律宾卫生部70向宣布禁止台湾人入境，引起反弹。外交部表示，经过了解，这是菲国卫生部长单方面的决定，不是官方立场。菲律宾驻台代表班纳玉也透过各种媒体为台湾发声。菲国总统府发言人昨日也对媒体讲，将向总统转达某一寡人士要求重新考虑对台湾履行禁令。外交部强调，目前正透过各方的交涉当中，希望这2天菲国内阁会议能改正。今明2天应该是他们会召开内阁会议，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内阁会议上呢，能够做成决定，来更正这个菲律宾卫生部的这个片面的决定。也传出确实得未到生气回应，台湾已经准备祭出反制措施，可能甲2013年港大刑事事件同款，冻结菲国劳工来台，或者是暂停免签，禁止菲国人来台旅游，停止农渔合作，调回代表等。虽然外交部强调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按过目前先卖公制裁也有沟通机会。还没做成决定之前呢，我想我们先不要在这边来谈所谓的这个制裁，因为要看他们做成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们的政府已经做好了周全的准备，我们有配套的方案。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相关的全面性的一个考量。另外，今朝为美国联邦参议员，包括加德纳等11提出决议案，纪念因为成功输武汉肺炎，搁被为着过身的中国医生李文亮。不过，决议案也呼吁北京，疫情资讯应该公开透明，停止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外。外交部除了表示感谢，也悼念李文亮，因为伊生前所履行言论自由，希望能被中国政府重视，因为中国人民达到有言论自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和中国真侪所在拢封城，也有一寡台湾人甲中国配偶所生的囝儿逝世，目前阁留伫中国的大约有2000多人。不过，陆委会也和这寡囡仔来台湾的方案，最后也是撤回啊。陆委会在今仔日也甲民众会实咧，强调国内的防疫优先。不过，欧北省台湾事务办公室也一再批评，讲台湾伫咧沿前要飞台湾的专机，陆委会也大正经表示防疫第一，弱势优先，也继续跟沟通。武汉肺炎疫情伫中国继续拓开，为解决受困对话，中国配偶主路无法度登去台湾。陆委会原本已宣布中国配偶主路回台方案引起反弹，昨日暗时指挥中心大等法宣布撤回这方案。陆委会成立并且道歉，佮强调指挥中心评估以国内疫情为优先。我们引发社会高度的担忧，那么这一点我们陆委会已经虚心的检讨，专业的评估后，决定以国内的防疫为优先，宣布撤回陆配子女回台的方案。根据统计，受影响中国配偶子女人数差不多2000多人。不过自从1月初3第一批武汉专机登台湾，河北省疫情严重，甚至留伫河北台湾人甲中国配偶真着急。有一位自称是单亲妈妈中国配偶写配合蔡英文，强调已经伫台湾生活20年，拜托蔡总统唔通放杀因，互因早日回来。对于国人的权益跟安全，那我们当然会去思考，用最妥适的方式来进行照顾跟协助。那当然，同时也要兼顾国内的整个防疫工作的进行。防疫第一，弱势优先，以及充分准备、量力而为的原则，那么持续与陆方沟通讨论，
河北省台湾犯人现军志12表示大意列出，留伫河北的979名台胞名单予台湾，又安排东航负责运送，也强调滞留河北台湾人有将近850临时到河北状况，也有未满18岁少年囡仔，60岁以上老人将近400人，牵涉台湾当局一再拖延，呼吁赶紧启动第二批包机登台湾。不过，陆委会强调，防疫第一，弱势优先。第二批登台湾的专机，目前议员咧继续甲中国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这只邮轮“泉州公主号”在今仔日高增加44位武汉肺炎的感染者，伫船顶已经有218人受到感染。伫咧船顶，还有存3500位的旅客当中，有未少是老大人，或者是慢性病患者。日本政府也拍算讲，要甲这超过80岁旅客，若准伫14检查无问题，就会当落船到指定的设施继续隔离。邮轮的装备甲甲帮四个拢是人。泉州公主号13号先验出200多人的检疫结果，有44个人确定胃着武汉肺炎，分别是43名乘客甲1名船员。因为有真侪老大人的乘客身体开始无爽快，日本政府拍算予80岁以上有慢性病乘客，也是80岁以上住伫无窗的房间甲共房的人，先落船隔离。そうしたリスクの高いと考えられる方について PCR 検査を逐次実施をし、陰性が確認された方のうち希望される方には下船をして政府が用意する宿泊施設で生活し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にいたしました。另外一只邮轮 West 号伫经过真侪国家地区技术上化了后，13号有好消息，柬埔寨答应予邮轮伫咧西哈努克港停靠，但船顶2000多人关心检验，确定无人为着肺炎了后才通入境，统一安排包机飞去首都金边了后，才返去家己的厝。Through these incredibly unusual and challenging circumstances. This has all been such a unique situation for any of us to be in. And you've been the most amazing guests through all of it. We know you are ready to get home, but we appreciate you very, very much. 武汉肺炎疫情，互真侪国际比赛停止举行。即马传出东京奥运可能会延期的消息，日本奥运组织委員會嘛出来澄清。無責任なデマも流されましたけれども、東京大会の中止や延期は検討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を改めてはっきり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另外，日本头一帮铁桥班机进行隔离的将近200名乘客，检验结果嘛全部确定无胃着病毒，中途受到当地居民欢送，统一坐巴士离开隔离的饭店。记者陈上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高雄市长韩国瑜透早是在选举了后头摆出席行政议会，希望中央政府会当协助高雄市的医疗物资加纾困条例。高雄市政府伫下晡也召开第7摆的防疫会议，也讲到有13人因为无遵守伫厝内隔离的规定，该因罚15万。定点指挥中心高雄市长韩国瑜主持第7届防疫会议，卫生局表示，最近高雄市有8个目有中港二度有事，包括转机的民众无遵守居家检疫的规定，会来罚15万。总共有8位居家检疫的对象市民朋友，那没有落实配合，被我们开罚每个人被我们开罚15万。那主要的可能他自己外出到某些地方去游玩，这是一个。那再来去自己去买水果。卫生局表示，全市累计处罚13个人，包括进前暗坎疫情调查去金巴黎跳舞的台商在内，处罚金额拄15万至30万不等。提醒民众居家检疫期间，若是有任何需要，拢会当向市政府来要求到3天，千万唔通违反规定，才会造成防疫的空棚。而且为着防范疫情，高雄是全台湾第一个已经开设的城市。韩国瑜嘛伫早起出席中央的行政议会，嘛是大选了后头一届出席。如果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戴口罩，一天学生需要20万片，其他相关的防护人员各单位需要35万片，马上小孩子就要开学注册，大家家长都要帮孩子交注册费，所以这个时候经济的收入特别的重要，因此纾困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重要。韩国瑜讲，会场上主要是向中央来反映，未来若是疫情扩大，高雄的学生囡仔甲医护人员一天需要超过50万个喙암。希望中央会当到3天喙암，还有下温情等等的物资，还有对经济冲击，嘛希望纾困方案赶紧实行。不离个嘛强调讲，防范疫情会甲中央共心，全力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湾的往来食客超过97%都是外销去到中国，所以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也让台湾的食客受到影响。在今仔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佮亲身上电视推销，希望台湾民众会当甲因斗支持。另外受到影响的也有往来，因为往来逐年拢外销中国有51000吨，其中有5万吨拢是销对中国去的。看一下。 然后那个汁都，很珍贵。来，主委，来，请你吃一颗。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上电视购物频道两影片直播拍卖水果，往来食客青甜多食，来自中国的外销订单就占97%，都惊疫情影响中国的消费力，往来食客卖不出去。农委会启动机关企业团购机制，也找电商配合推广来销。因为中国的武汉肺炎造成内需的影响，所以外销通路有稍微受阻，所以农委会现在就是积极的来把凤梨世家，甚至石斑鱼、蚵仔鱼，直接来提供给消费者来促销。农粮署指出，往来食价产期是10月到4月，前期已经出口89,000吨，剩4000多吨要拍拼卖出去。往来产拢是往来，算落来2到6月是往来产季，过期产量当年大约出产40多万吨，外销51000吨，不过其中5万吨拢是集中销往中国，占比达到97%，使得农民非常的烦恼，销卖出去将地数继续放盘。因为我们的国内的市场没办法消化掉，所以说就是整个价格可能就是会崩盘。你一定这卖的啊，因为销袂出，我就出口出去啊。后壁啦吼，搁一寡啥物利口、怪手花梨啊、开垦遐物件遐钱安尼啦。农粮署讲，中国订单也是有，不过民众减少出门，封城通关无顺畅，进口商也加减用观望的心态，所以咱国会借着这波的疫情，辅导农民尽量分散市场，像鼓励将水果销往新加坡等国。至于枣啊、枇杷的领物也将陆续出产，不过产量少，单价悬，农粮署估计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头一粒家己做的火箭培次1号，13透早6点多，本地要伫台东县的达人乡发射，不过却因为天气伤歹临时冻点，有可能会甲时间改对3月起。火箭公司的董事长也讲，也是甲火箭试点火收集相关的数据，做日后发射的参考。透早培次1号伫真侪围观的民众面前，庆祝会更加浓烟，不过火箭却无成功。靠透早冒着大雨赶来台东看咱国头一摆家己制造太空火箭成功的民众，有淡薄失望。不过还是觉得，太空科技对台湾很重要。这个是让大家很期待的一件事情今天是什么个缘故？已经到了7点，我知道是他们申请的空域时间是1个小时。火箭无顺利升空，伫发射台下掉火箭来气压，到底什么原因，让这摆的发射任务无成功呢？进行太空科技陈彦生董事长讲，是因为落大雨，天气无好，高空的风势上强，影响火箭飞行，最后只用7点火将之发射停止。这摆已经收到火箭发射相关数据，作为后一摆发射的参考。像这种发射卫星的火箭跟一般的太空火箭不一样，它是按着你设计的一条轨迹在飞的，所以你呢按照这个轨迹在飞的时候，你如果风切的因素太大的话，你一定会偏离掉。后一摆搁发射的时间，陈先生表示目前还未确定，可能要等到3月以后。不过这摆的发射并不是科技部委托的火箭发射任务，不过也是受委托发射前因必要的实验项目之一。至于这个火箭发射基地的用地争议，以及甲原住民部落沟通，陈先生强调已经甲台东县政府、参部落组织拢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才来完成相关保证程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法庭制度，伫去年7月施行了后，在今仔日出现头一件裁定案，是针对诈骗集团的退手，也就是替诈骗集团提钱领钱的花啊。头摆犯案，大法庭有上新的裁定，会使使用组织犯罪条例，就是但要在伊食罪进前，必须爱强制劳动3年。车手被移送台中地检署，因伫7天内领39个被害人的319万违反家当诈欺罪甲新修正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不止面临有期徒刑，还阁强制工作3年。不过诈骗集团车手是毋是强制劳动？最高法院见解无共，最高检察署申请提案到大法庭同意见解核准。13大法庭作出裁定，认定伫有妨扰正社会危险必要，而且符合比例原则范围内，由法院一并宣告行政强制工作。
告。法院认为啊，有预防矫治他社会危险的必要，而且宣告强制工作啊，对行为人来讲是适当合理的，符合比例原则。这个时候啊，法院可以一并宣告强制工作。进行法院甲学者对第一摆犯罪早期犯以加重早期罪论罪，是毋是需要强制工作看法不同。这摆大法庭做出的结论，原则上认定轻罪保安处分应并用，不过有人爱看个案的状况。他本质上是犯了2个罪，一个叫做参与犯罪组织罪，只不过法律规定是从法定性比较重的加重诈欺罪来论处而已。所犯的参与犯罪组织罪的保安处分就是强制工作并没有被吸收。这件刑事大法庭案件由法官林正芬审审主笔，顶个月10日开庭辩论，佮邀请学界代表提供法律鉴定意见。这是大法庭制度上路以来第一件裁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武汉肺炎也甲中国升登甲真惨，感染人数也已经被超过600人。干那湖北省12到13日间就增加超过14000例。不过，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12也指示讲，会当用减税金的方式替企业渡过难关，希望企业赶紧复工。有媒体也认为讲，这就是爱经济，却无伫咧看重百姓生命。在软件上，比如说是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特别是湖北省的疫情，中国国家健康委办公室12增加临床诊断的类别，而且也立即确诊病例数，致使湖北的确诊病例数一时也增加超过14000例，死亡人数增加超过240人。虽然世卫组织12强调，目前也无法度确定疫情到底是什么程度。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伫政治局常会会议上有关指示，会以减税这方式鼓励企业复工。国明确强调，要确保今年经济成长表现。中国央视也马上报道中央企业的复工复产的情形。比如像石油石化复工达产率已经达到97%左右，像电网、发电企业已经达到83%以上。路透社独家报道，习近平2月初伫高层会议中就指出，部分组织疫情的做法成果超过，已经伤害中国经济。当中包括封省、封城、封路、收制限制性措施，不止无实际，也引起公众惊吓。中国微博传出，北京已经向地方下开路令，停止阻断交通的防疫措施。在救经济甲救疫情两难之间，习近平好亲像选择经济。部分媒体批评习近平这种舍命无下在做法，因讲是替老百姓命咧搏。虽然中国各地因后到7月已经拢复工，不过明显民间并无完全响应。当然和正常角度来讲呢，还是会是少很多的，就是和节前正常还没有这个疫情还没有扩散的时候，大家就是人流还是少了很多。目前包括中国的腾讯已经复工一期延到24，阿里巴巴等网络公司也搁延后开工。苹果公司也宣布，中国境内直营店继续休困，未少企业已经拢裁员倒去。中国清华甲北大联合针对995间的中小企业进行疫情影响进行调查，其中85%真歹挡过3个月。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上界严重的湖北省，因的疫情拢无解决，中国也开始追究责任，13直接调动人事的调动，甲湖北省委书记、甲武汉市委书记换人做。有学者讲，若准换人做有建功立业，有可能就会步步高升。的关键，控制好武汉的疫情，直接关系全国疫情防控的大局。武汉肺炎疫情，湖北省是重灾区，12不止确诊病例超过1万例，死亡人数也创新高。中国中央13宣布人事异动，由上海市市长应用取代张超良，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山东省委常委责任市委书记王忠林取代马国强，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甲武汉市委书记。这是因为疫情出现的相关残疾人事变动。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亲望亲好。
上海市长应用因为甲台北市长郭文泰举办双城论坛，出现率真高，伊向被看作是习近平爱将之一。这摆去河北教会算是平调，加上进前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奕迅也被空降到河北担任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甲河北省长，看出习近平希望平息疫情的决心，甲未来布局。疫情拖下去可能会更不利。所以他找一个他充分信任的人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如果应勇这一次在湖北把这疫情处理好的话，2年以后有机会再往上爬。另外，国语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张晓明13也被降成副主任，由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良兼任国语港澳办主任。除了显示中央对张晓明处理反送中事件不满，学者也分析，北京会采取直接管制方式处理港澳议题，港人抵港实际内涵恐惊出现新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新加坡。新加坡的武汉肺炎病例已经到50人了，是中国以外确诊人数上介济国家。目前有8位患者的病情较严重，官员也讲要有心理准备。另外，专家也警告讲，新加坡疫情恐惊是拄要开始尔。另外，在越南的确诊病例也增加到16例，目前大部分拢是集中伫越南北部。当中的政府也为着防疫，也甲规个庄头拢封锁起来。越南13新增加一个确诊的患者，是进前确诊病例的家属，总共确诊的人数有16个人，而且尚无6例出现伫咧北部永福省的三雷川。政府宣布，为着要防止疫情传出去，决定要封川20天。而且伫咧庄头4科位设备监控站，严格控管出入的人员，而且对所有出入的车辆进行消毒。这是中国以外第一届有国家采取大规模的隔离措施。受到影响的10万的村民，越南政府会提供因生活补助费。新加坡的感染人数累计有50个人，是中国以外确诊病例上侪国家。目前10个患者已经恢复，不过有8个患者病情真严重。当地官员表示，要替上歹状况来做准备。WHO 旗下组织的专家认为讲，新加坡疫情才刚开始尔，而且预测还无病例国家了后卖来出现。Got people asking the question, obviously, why are they not affected yet? But be pretty confident though. Eventually, every country will have a case. 新加坡官员认为，讲疫情的这么严重，是因为群组感染。确诊的病例当中，3个人甲君悦酒店举办的商务会议有关系，5个人甲一间教堂，9个人甲一间药行有连结。新加坡12新增加3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拢是无去过中国的新加坡人，其中一个62岁查甫人是新地银行的职员。目前伫咧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的隔离室，新地银行嘛因为安尼今日疏散甲这个患者共一站楼做工课300个员工，嘛派人去消毒办公室、电梯大厅，还佫有便所，嘛宣布员工伫厝里做工课。Coronavirus ni rasa macam dah a bit serious punya isu lah dekat Malaysia dan neighbourhood punya negara. Kalau dekat Malaysia, kalau nak travel buat masa ni rasanya Malaysia selamat lagi kot. Singapore I tak tahu sebab baru tahu dia dah ke orange kot. 新加坡政府进前宣布，疫情应对警戒程度提悬到第2悬的感觉色，互民众真惊吓手要买物资。专家强调讲，民众应该保持冷静，目前无任何欠物资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印尼人因为伫咧食夜煲，因的夜煲料理是真出名。不过，自武汉肺炎病毒讲是对鼻煲来时阵，相关政府单位就禁止市场袂当卖鼻煲。不过，伫真侪传统市场也是有看到有人伫咧卖。伫印尼还未出现病例之前，当地民众可能是无得共心斗。露出来检验喙齿的乌色鼻煲，规排放伫市场打灰。家庭主妇就亲像买鸡肉共款，吩咐头家为伊切开食。印尼北苏拉威西首府美纳多这市场，以卖鼻煲甲蛇只野味出名，就算传出鼻煲可能带有新型冠状病毒，印尼当局也已经下令禁卖，鼻煲肉也是被甲下下扣。Pembeli tidak pengaruh, malahan orang tanya itu kan di Cina bukan di pemohon. Jadi itu jualan ini dah lancar, anak-anak pengaruh habis terus dan jualan. 是当地餐厅以也直接烹料咖喱做的有名菜，甜鼻煲，民众也是照食。Ini ada fotografi makanan yang ada paling di Cina ada namanya makanan daging itu misal. Jadi Nana
takut dengan penyakit itu ya? Corona itu? Enggak. Sama-sama takut hantu atau rumah sakit atau apa begitu tuh. Kalau mengenai informasi dengan adanya virus dari ikan paniki ini di Manado ini sendiri belum ada pernah ditemukan dan sampai saat ini masih banyak juga yang memakan ikan paniki ini karena memang ikan paniki ini enak apalagi dibuat santan kering enak.印尼到即马也无确诊的病例，不过为了防止疫情扩开，印尼政府已经完成撤侨行动，而且暂停往返中国航班，也暂时禁止中国公民入境。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气候影响，伫一寡较寒的所在，爱困冬的动物早就因为暖冬来醒过来咯。另外，伫澳洲也有大水雨，甲受过了个月的森林野火拍花去啊。不过，动物的生态地也受到迫害。澳洲政府正在抢救一寡动物甲食物。伫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的动物园发现有2只草黑马，伫2月第1礼拜就醒过来当作耍，因旧年这个时阵也咧冬眠，迄时阵甲往年同款困到月底。Молодые барсуки, то есть потомство, вышло из спячки. Взрослые барсуки еще спят, они медленнее будут выходить, а вот более молодые вышли 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активно себя ведут. 这个月初10当地气温摄氏2度，不过去年同一天气温是零下24度。此外，动物园内这只叫做蓝坡的尖喙也伫顶礼拜走出来活动。园方表示，通常这代表春天就伫要到啊。Животные чувствуют это намного лучше, чем мы. Они более подготовлены к разным перепадам и намного раньше чувствуют изменения. Поэтому эт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тому, ч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года будет теплой нынче. 澳洲最近几天的大雨，总算将烧了几个月野火压花，也毋过野火为烧了在土地中的动植物带来空前的浩劫。澳洲政府列出113种动物物种需要紧急协助，这份清单包括13种鸟类、20种爬虫类、5种无量骨动物、19种哺乳类、22种小龙虾，甲17种的鱼类。清单所有动物的栖地至少有30%已经消失。唯一的好消息就是，目前也未发现有动物灭绝。动物专家表示，无尾熊、地鼠、鸟类、鱼类、甲蛤蟆是上需要帮助的动物。而且进前研究人员估计，大火烧害温带松林甲草原，有超过10亿只的动物被烧死。接落来将会针对食物无量骨动物列出第2波需要紧急协助的清单。经过澳洲已经为野生动植物甲栖地投递3300万美金，相当代表9亿9千万，用伫为动物治疗提供食物甲控制虫害。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出入境的航班是减真多，桃园机场比英国就减了3成。在国内上界大间的航空业者华航，伊也大声宣布讲，主管级的拢减薪水10%，也当时会恢复的，就看疫情的情形才做决定。华航国际主管收到人力主管处内部批通知，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地属公司的航班减少，坐飞机的旅客人数降低。为着要应验公司营运冲击影响，先实施公司主管减薪水的措施来应变。减薪水的方案包括国内外国级主管、外派还有转投资事业的主管，都2月16开始，等待疫情较减轻了后，才去恢复。如果是无薪假，一定是要通报。但是如果是属于劳工之间的契约的变更的调整，那个一定要经过双方的同意。那至于主管是不是有适用劳基法，这个要看他们的情况。华航嘛表示，因为鼓励员工伫咧这时阵规划原本的特休假甲补休假，而且嘛强调讲，暂时无考虑要实施无薪假的措施。若是来看华航去年的财务报表，拄9月份开始，连续4个月月累计营收拢是负成长的状况。即马个面对着疫情来减班，看会出来有财务的压力。航空学者嘛分析，国内2大航空中研甲华航过去拢捌经过罢工，所以伫咧即届面对着疫情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比过去 SARS 的时更较大。2大航在这个疫情之前，其实因为都历经了航空的这个罢工的冲击，所以本身体质上在影响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体质上的削弱。
华航伫咧SARS的期间，慢慢针对经理级以上来减薪水，毋过即届是所谓主管减薪水，不离个减薪水的幅度有较细。若是中型航空目前是无安排减薪水的部分，公司表示会看业务状况安排教育训练。但开业的星宇航空近前嘛宣布暂停澳门航空，而且延后所有航线开航的日子，疫情继续伫拖，嘛互国内航空业者经营受到考验。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企业和员工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财政部也提出租税奖励，减轻公司因为防疫照顾假要加负担的薪水成本。目前也打算要互企业伫咧报税时阵会当加倍减除营业税，也若敢会正式放入去纾困特别条例，就要由行政院来决定。请假在家，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没有。是不是要读一下书？伫厝的照顾能为各小的学童应付武汉肺炎的学校停课，家长会当申请防疫照顾假，也毋过多数的企业准假，也毋过无互薪水，背书无薪假，也毋过国内电影线顶影印平台，头家真大方，直接互14天有薪水的防疫照顾假。我们有防疫照顾假跟 work from home， 那其实现在这个公司我们有将近20位同事是有申请的，这完全不会影响到大家的考绩，或是这也是不影响大家的假，我们是完全的全薪全额给。业者表示，互员工无靠薪水14天的防疫照顾假，其实有2种形式，有12岁以下学童会当请全薪防疫照顾假。上济2礼拜，也毋过若讲有各中高中的囡仔，员工也会当选择单性伫厝里上班。就是要提上半年度的内容的重点企划，你们都 OK 了吼？伫厝里上班无靠工资以外，还佫会当请领加班费。这款的幸福企业并无多，为了鼓励企业互专心防疫照顾假，财政部建议用出租税奖励优惠，减轻资方加负担的薪水成本，偏向加倍减除应所税。也毋过强调规划中具体的内容还未定案。不是每一家公司有工作性质啦，还有公司的环境政策其实都不太一样。现在上班族尤其创新家长来说，能够在家里直接照顾小孩，真的是还蛮好的政策。目前互专心防疫照顾假的企业，大部分拢是公股银行为主，私人企业像 KKBOX、LINE、金宝电子等。至于传统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因为人力成本悬。降税幅度若讲无法度补足人力成本，头家恐惊真歹互劳工请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除了害了真侪伫中国读大学的台湾学生以外，也有真侪当咧读中小学的台商囡仔，半途转去中国。目前地方政府是提出各中小转学或者是随班寄托的措施，不过这个教材甲环境恐惊互囡仔搁爱重新适应。伫咧台湾出世，爸爸事业重点伫咧中国，自动学自细汉甲爸母住伫咧东莞，读当地公立学校，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规家伙拄过年前回来台湾，到今还未回去。想要回去念书吗？想啊，一整天都在学校，然后跟同学玩，然后晚上也跟同学就是一起读书这样子，然后在晚修的时候，然后读书会读比较进去。想要回去读册，短期以来是真歹实现，若是时间又较长咧，无想要学习去受到影响。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各中小学是基础教育，敢若需要照护这地，也是合法的居留证地址，随时会当申请转学。就算是对班来读嘛无问题，不离个高中转学，要先评估基本学历。你的程度大概跟班上的同学是不是跟学校里面同学大概是不是能够做一个比较合适的衔接啊？不然程度落差太大，其实衔接起来也会比较大的困难。对这个学习直接的措施，台上的太太小小姐讲，家长上烦恼的是囡仔可能因为环境无熟悉，字体转换还有教材无共，效果可能不遐好。除非是像读台校，他们是课程是大部分都是相同的。那你如果是读当地的学校的话，其实课程的话，我觉得还差蛮多的。除了顾虑到学习的效果，嘛有台上的太太指出，伊人早就已经登去中国，无可能登记家庭婚礼，这几工间内会当想好较斟酌咧。希望讲袂少做出上适合，嘛是上安全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杂志有国际医学期刊，甲中华基督教病院一篇期刊论文个案报告刊出来，是伫咧探讨台湾头一个伫厝内感染的病例，也就是讲，就算感染者无出现什么款的症头，也因为甲别人接触，也会危害别人。这个期刊刊出去，也代表讲，世界医疗绝对唔通欠一阵有才调的台湾人。武汉肺炎继续，台湾目前确诊的案例中，头一位被诊断出的女大伤，已经经过大型病院的修治了后好起来，唔但引起国内高度的关注，也更加证实台湾的医疗实力。中华基督教病院对这项结果也提出期刊论文个案报告，探讨台湾头一个家户感染病例，并且发表在国际期刊《新英格兰杂志》。是发烧之前可能就具有传染性，那这个传染性是在发生在这种非常密集接触的家庭里面，它就会产生。所以告诉我们在防疫政策上，家庭群聚的一个防治非常重要。这项结果发表由中基的医疗团队针对大型病院收治的第一例甲第五例病人引起的家户感染进行探讨，内容讲到，这位女士为武汉返到台湾了后的第5天，1月25出现发烧甲肌肉痛，伊讲家己无扫、喘气困难、胸口痛也是老。也毋过电光片显示，伤病的是弥漫性症轮。第5例翁婿也只是流鼻水，并无发烧、咳嗽、喘气困难、胸口痛也是老。因过较加后密切生活，也被怀疑感染送入病院。证实就算是无明显的症头，也会因为密切接触刷去胃着。这2件个案目前拢好起来，卫生局也继续追踪。目前个案是状况都很稳定，那就等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会再做采检跟确认，确保他完全没有病毒残留在他的这个体液里面之后，没有传染性了，之后就可以恢复到这些正常的处理。中华关卫生局指出，这篇期刊论文个案报告提供感染者，就算症头无明显，也有真悬的传染力，更加应该注重家庭团体的防治。就算是目前台湾也毋是世卫组织的成员，也有能力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成为国际防疫的重要一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底重新开幕的新德动物园，吸引真侪游客来遮佚佗。也因为内面所使用的是开放式的设计，民众无那么的阻街，就当看到真侪动物。所以真侪游客甲人将物件偏互动物者，恐惊会造成动物的身体负担。画面当中通看一位查甫人，直接甲手里的家饰饲互狗三只，袂少民众看到拢讲伤喊过。园区都有在喂食，你让乱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乱喂食反而不好。不要喂比较好，因为如果随便乱喂食，可能会造成他们动物会死亡。因为怕动物吃了会肚子不舒服，而且也怕危险啊。如果小朋友喂很危险啊。去年2月定开放的新德动物园，无论是平常也是休困时啊，拢有真侪游客爱来遮，因为园方开放游客甲动物互动，也定会看民众乌白得甲动物吃。好奇心就会丢一些食物给他们。那我们发现之后，我们会立即制止，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配合这样子的禁止这样的行为。嘛有民众反映讲，定开幕的动物园动物敢若无以早做，园方出面买花，因为场地无遐大位，因此即马开放的动物对原本的70种减到60种。我们让留下来的动物有更大活动空间之外，我们也希望说这里是一个没有笼子的动物园，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鸟类我们就没办法在这边做展示，那我们就把它移到其他动物园去做安置。不过我们现在的物种其实也没有减少非常多，那我们也陆陆续续会再去引进一些其他动物园，也许是有一些适合的动物来到新竹动物园做展示。园长也甲民众呼吁来耍的时，千万唔通甲动物欺负，也是甲乱饲。未来会派人加强巡查园区，避免这款情形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英国有田有砖头就土地公庙，也因为庙甲现有的市政规划无一定有法度完全符合，也直接出现讲爱拆庙行地情形。不过伫台中也有土地公庙共占土地40栋，经过市政府的规划，也甲这块土地改做宗教用地，土地公也唔免搬厝啊。伫咧15米宽的道路，这座土地公庙就占起一大半。那来往的人车必须要放慢速度，大型车位行道要开出来，视线嘛被挡掉的。车都这是规条啊，争车道了。所以讲你会感觉讲先刷较好，刷较好，这样就好了吧？
反而大家会骑慢一点。虽然坦言有一寡无方便，不过土地公直接坐电大马路，有民众认为车速嘛会放慢，颠倒减少交通意外。台中大理区公所头前的大新街，为2007年开始，就被规划是机有道路，不过因为签署过程无顺利，以及地方反对，毛土地公庙啊就安尼为了道路用地，时间就有40多年。因为在这里道路上真的很危险啦，而且不能办一些大型的庙会，这里每次拜拜都要委员会这边都要请人家做交通指挥。李刘表示，虽然当地是信用中心，不过为了基有道路上，确实嘛带来不便，嘛使得后来设立的公所必须后退2米，嘛影响当地后续建设。而只有推动中划了后，安尼现象嘛透过地脉变更，才会使来解套。地方的人士会反对。你等看卖，你等啊被公安啊规矩无平静，你来服务，所以有的时候公务员会怕。那我们呢，已经在路边帮他规划一个宗教专区。那到时候15期实体重划进行的时候，原则上他就可以搬过来。台中市府表示，当时要迁庙，确实嘛受到地方的反对。如今推动赵国基中划了后，嘛就会来办理都市计划个案变更，来设立宗教用地。除了顺应民意，嘛登记证明道路的现象会使来解套。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今年伫咧奥斯卡金像奖有真侪优秀表现的驾乘上流电影团队甲演员，12登到仁川国际机场，一入境就受到媒体甲民众的欢迎。就算武汉肺炎目前正在严重，也有真侪民众甲嘴暗挂咧，继续去电影院甲这出电影重新搁欣赏一摆。伫美国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大出风头，电影《驾乘上流》的演员甲制作团队12登去韩国仁川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吸引了真侪媒体等着要翕因的画片。《驾乘上流》金奖团队成员排几排，笑着下手，互媒体翕相。 여러분들의 끊임없는 성원과 응원이 계셨기 때문에 저희들이 그렇게 좋은 성과를 얻지 않았나 생각 들고요. 앞으로도 좋은 한국 영화를 통해서 전 세계 영화 팬들에게 한국의 뛰어난 어떤 문화와 예술을 알리는데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여러분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립니다. 네. 摕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奉俊昊，因为伫美国抑个代志需要处理，爱换几工才会回去。加上上流伫美国好莱坞引起的回响，也吹向全世界。真侪电影院拢重新安排这出影片的播出。当前武汉肺炎的消息爆炸，民众较无爱外出。首尔东大门甲东大门商场人真少。 总统文在寅甚至都爱亲自前往市场向大众宣导安全无顾虑，也毋过播出驾乘上流的电影院，却有望有民众挂嘴往前往看电影。 아무래도 집에서 뭐 핸드폰이나 뭐 노트북으로 보는 것보다 영화관에 와가지고 마침 재개봉도 했으니까 영화관에서 보는 게 더 괜찮을 것 같다 생각을 해가지고 왔습니다. 美国奥克拉荷马市一个驾乘上流市场的野味，将看奥斯卡最佳影片开奖的时阵，伊甲朋友的真实反应，恳求社群媒体吸引不少人点赞欢呼。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艺术品是贵家人拢买袂起，不过伫美国纽约有一间新创公司，利用网络平台，互这个网络朋友用炒股的方式做回来集资来买，也会当来投资这个艺术作品。 这是班克西的创始人的作品《蒙娜丽莎》，价值将近104万美金。这是莫内的作品《作风》，价值大约686万美金。艺术品的评价数字往往成为收藏的高范围，互真侪人买袂起。美国纽约一间新创公司 Masterworks， 互你毋免是大富野人，共款会当做艺术投资。因想买台底投资的艺术作品，佮利用线顶平台向人客分割拆卖。 So Masterworks is the first company that allows anyone to invest in multi-million-dollar paintings. So this is an asset class that we think is very interesting. It's $1.7 trillion in total value, but historically there hasn't been a good way for anyone to invest in it. Masterworks 将艺术品分做2个类别，一种是自由型作品，收益甲风险拢较低，像已经过身的大师莫内、毕卡索，也是安迪沃荷的作品；另外一种是风险中等的作品，作者大多数也在世艺术家，年收益落伫12至20%，客户伫官网上注册，选择作品甲想要买股份，至少爱1000美金起跳。 We have 36,000 investors signed up today. So investors range from very small investors who are in college to large investors that are viewing this as a serious
allocation of a portfolio, but it's really everyone across the board. 资产管理专家认为，共同买伫艺术品的概念真新，不过投资一定有风险，艺术投资同款有谈有了。So when it's very unique, there's demand for it. So you do have that appreciation, but you also have the risk of losing all your money, right? If you buy this painting for $1 million and then 10 years later they want to sell and they only could sell it for $740, you can still lose money on it. Masterworks 当年向客户收1.5%的手续费，并且伫作品卖掉了后收20%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气象多变化，气象预报咱也做回来用心看。北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北部地区对19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4度。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你时间，咱再会。